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5年的5月20号，诗篇133篇，撒母耳记下卷第1章第4节到27节，使徒行传11章27节到30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兄弟之情。昨天我们谈到了约拿单他如何的对待大卫，我们说他所行的是好的，是良善的。因为虽然他的父亲扫罗王追杀大卫，但是他却以善来相待。因为大卫跟约拿单的关系，我们就看出他们就如同兄弟之间的感情。这在信仰上是一个非常重要基督徒所领受的呼召与使命。我们看到大卫对于扫罗王，虽然经历过被他追杀，可是他却不会因为这样他就心存着恶念。他即使有机会能够来杀掉扫罗王，他仍然也因为扫罗是上帝所膏抹的仆人，而不愿意下毒手。今天的经文我们再次的看到大卫再次的对于上帝的仆人的敬重，因为他尊主为大，而不是以自己的立场与利益为重。即便是扫罗王他战死了，大卫也不以此为乐，他为扫罗的死而伤心，更是为他的弟兄约拿单的死而难过。撒母耳记下卷第1章第4节到27节这样的记载。大卫问：告诉我那边的情况怎样？那年轻人就说：我们的军队从战场上败逃，许多人阵亡，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单也死了。大卫问他：你怎么知道扫罗和约拿单死了呢？年轻人回答：我恰巧在基利波山看见扫罗伏在他的矛上，敌人的战车和骑兵快要追上他，他转身看见我，就叫住我。我说：我在这里。他问我是谁，我就告诉他我是亚玛力人。他说：站到我身边来，把我刺死。我受重伤快死了，却还死不了。我就过去杀了他，因为我知道他反正活不了。我取下他头上的王冠和手臂上的镯子，带来给你。大卫悲痛地撕裂了衣服，他的部属也都撕裂衣服。他们悲哀哭泣，为扫罗、约拿单和上主的子民以色列同胞禁食到晚上，因为很多人在战场上丧命。大卫问那带消息给他的年轻人说：你是哪里人？他回答：我是亚玛力人，是住在你们国中的侨民。大卫说：你怎么敢杀上主所权力的王呢？于是他对一个侍从说：把他杀了。那侍从就把那亚玛力人给刺死。大卫对亚玛力人说：你罪有应得，你承认杀死了主权力的王，无疑是替自己定了死罪。大卫为扫罗和约拿单做了一首挽歌，下令把这首歌教授给犹大的居民。这歌记录在亚萨尔书上。在以色列山上，我们的领袖死了，我们最英勇的战士倒下了。不要在加特报信，不要在雅什基伦街上传播。
不要让非利士的妇女高兴，不要使外邦的女子欢乐。愿基利波诸山永远得不到雨露，愿他的田地永远荒芜，因为英雄的盾牌生锈了，扫罗的盾牌不再被油擦亮了。约拿单的弓箭有致命的威力，扫罗的箭绝无闪失。射穿勇士，刺透仇敌。扫罗和约拿单可敬可爱，他们活着一起，死了也分不开。他们比老鹰敏捷，比雄狮强壮。以色列的妇女啊，要为扫罗哀哭。他使你们穿艳红的衣服，使你们佩戴金银珠宝。英雄们尽倒下了，死在战场。约拿单竟倒闭在山上。我兄约拿单啊，我为你哀哭，你对我的亲爱异常，你深情何其美好，远胜过妇女的爱情。英雄们竟倒下了，他们的武器竟废弃了。我们说到了基督徒的呼召与使命，就是要爱人如己，要待人如同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我们也看到了初代教会的使徒，教会的发展就是这样的一个基础。无论是在使徒行传第2章教会的同心赞美，彼此波饼，或是使徒行传第4章的记载，门徒们同心祷告赞美，信徒财物不分彼此。我们在今天的经文中也看到了先知雅加布，因为看见预言全世界将有大饥荒，门徒就开始按照自己的能力来捐献，因为他们把那一些在饥荒当中需要周济的犹太信徒当成了自己的弟兄姐妹。使徒行传11章27节到30节这样说道：在这时候，有几个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安提阿去，其中有一个人叫雅加布，他得到圣灵的指示，站起来预言天下将有严重的饥荒。这事到克劳地在魏德年间果然发生。于是门徒决定每个人按照自己的能力捐钱救济住在犹太的信徒们。他们就这样做了，托巴拉巴和扫罗把捐款带给教会的长老们。诗篇133篇，弟兄姐妹和睦相处，多么的美好，多么的愉快。这好比珍贵的香膏从亚伦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这好比黑门山的甘露降落在西安的群山岭，在那里上主应许赐福，赐下永恒的生命。恳求上帝帮助我们成为上帝眼中忠心的仆人，愿意尽心尽力爱主，也愿意爱人如己，有兄弟之情来见证我们是属于主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